伫咧关雾国家森林游乐园内面，有一丛80多年的樱花树，大家拢改号做雾社樱王。今年受到寒流影响，花期是比樱过慢1礼拜才来开花。咱俩赶紧来看这丛美丽樱花树。这丛80多吨的樱花树，悬14公尺，因为这么大丛的樱花树，真罕看会到。外号雾社樱王，但是拢会吸引真侪民众上山翕相。 无论平常时也是假日，拢是人满四山。这边的樱花是很特别的，像阳明山或是其他地方樱花都是粉红色的，或是什么八重樱啊，这边是完全不一样的颜色，非常非常漂亮。非常开心，而且山上空气清新，非常舒服。当全部开花的时候，老远就好像整个雪盖在上面，所以非常漂亮。 雾社樱是台湾特有的原生种，上早是伫雾社互人发现，所以以雾社号名。因为花叶是白色的，落落来的时阵，那亲像落雪共款。是台湾原生种，它的花是小白花啊。假如快要满开的时候，它的叶子也会出来，所以说也有白色，也有稍微绿绿的，非常美。 目前雾社樱王花蕊刚开，花期差不多搁剩1礼拜左右。 民众想要来看，就要把时间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